做伙来关心热天，真侪时段带囡仔来耍水，也会当顺线好鱼啊！这是台中潭子的市场古迹半月池仔边，一丛上百年的老破树，因为树身已经起甲真严重，树根嘛已经拢断去。主管机关为了要救这丛树啊，甲半月池的水规拢抽好干，准备要来做工程。头一届开放给民众会当入来到内底来好鱼啊！上百个大人带囡仔摕一寡网啊，也搁有洗衫篮、粪扫桶拢摕来。去入去到水池啊来捕鱼啊，若捕到的鱼啊，算算的有骨头食，拢会当摕到参观这奖品。大人含囡仔安尼全副武装，虾啊遐举悬悬，直接拢入去水池啊内底要来捕鱼啊。时间一到，鱼啊一个盆。民众摕这个鱼网啊，安尼一直滴好，要来比赛看谁捕上济。毋但是虾啊遐，连这个洗衫篮、粪扫桶、喷桶，拢甲摕来捕鱼啊！现场是安尼嘿嘿叫。已经这么激烈了，应该是不用再喊加油了啦吼！啊，若亲戚朋友徛伫个这个池啊顶悬，哪翕相搁哪加油，伊是比这个池啊内底参赛者搁较紧张。时间一个倒拍算，鱼啊一个盆，比赛就结束啊！你好意思啊，我姐。这是台中潭子市场古迹。摘青山庄，官方最近发现讲，半月形池仔的这个边啊有一丛百年的破啊树，树身去互歪斜去，树根嘛拢断去。为着要来抢救，爱甲这个半月池的池水拢甲抽好干，过来做工程甲褪掉掉。所以开放互民众来掠鱼啊，还佫会当甲这个掠到的乌龟鱼拢甲摕转厝。好上济，还佫有得奖。参加的人数超过100位，捞到的鱼也是超过600条，就是10公分以下的都不算。但如果打捞到的锦鲤啊、观赏用的鱼，也会交给我们馆方，让之后可以再放回去。第一名的民众拢总获130外尾，除了10公分以下的这款小尾鱼啊，还佫有88尾拢是大尾。虽然这项活动有民众怀疑讲是毋是有虐待动物，官方嘛强调讲。伫个活动进前，有再三来提醒民众，讲这个动作个爱较细一个，唔通把这鱼仔弄着伤。大家捕鱼仔捕甲真欢喜，不过嘛是爱来遵守这个比赛的规则，安尼就免来烦恼讲会去虐待着鱼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